水不好，佫请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迄天，我去找阮知己的阿国啊，北部电台名主持人啊。结果淡伊的门口口，甲一个人客相闪身，迄个卡棒赶来要走，我一个入去尔，讲兄紧来哦，3万的冠军茶跑来请咧，无啊啦，但是安那是拄啊迄个人客得失理想，煞唔知影讲袂情买，就要来收拾。台湾话讲袂情买，表示一种时间的变化。3字的哦，安怎样来表达？你听阿公兄讲，阿公兄讲吼，你知影我最近咧卖迄个顾目睭的大色货，对啊，效果袂歹啊。啊，人客安尼就反复啦。啊，实在讲，迄个厂商啦，头拄啊赶卡网迄个啦，初5才约束讲爱收拾，今仔日你表啊甲砸落，初2尔卡网赶来咧遮济，袂情买，就是时间还袂到，就做啥物款的表示。我昨天甲讲兄劝讲，啊，无听伊经济有困难啊，毋是啦，毋是安尼啦，啊，无是安那，伊即口就不三时的即个态度。台湾话咧讲不三时，朋友你注意甲听，有哪3字的？原来咧表示一款时间的变化。不三时，就是逐不时拢安尼，就是定安尼。啊，讲兄继续讲咧，讲毋是干那今仔日才安尼咧，今日初2，顶个月初2嘛安尼咧，佮顶个月起哩啦，初1啦，初3啦，拢来遮甲订加菜啦。哦，不三时咧，互你赢就对啦。对啊，讲兄啊，无要紧啊，你都有咧趁咧，有咧趁，厂商来收销，咱嘛是得应付伊，敢会当共拖销？我毋捌共拖，我足好开。佮有啦，我甲你讲啦。我这吼是咧做服务人客，良心的生意啦，总赚无甲一挂钱啦，将基买，赚的拢会得去啦。台湾话咧讲将基买，有那3字的好朋友，原来咧表现一款时间的变化。将基买就是啥？就是到路买。啊，讲兄咧讲我赚的都有限啦，伊安尼销售紧紧啦，将基买啦，到路买，我哪有啥物利润？我不但第一赚这个一挂钱。坑还袂烧咧，伊就甲我收去。第2啦，掠猫仔过河顶，阁无人情啦。我昨天甲讲兄讲，规气也无安尼啦。产品换机啦，生意莫甲伊做啦。讲头讲来到遮收买3万的冠军茶嘛是爱跑来请啦。这站短短故事咧，从评论研究一个台语3字的，咧形容一个时间变化的用词。